我想自己個社會裏頭，甲朋友也好，公婆也好，再加是有人嘅心啊，有忠心嘅心係咪啊？丈夫是有老婆有忠心，老婆是有老公有忠心啊，有忠心，再加有信用，有相識係咪啊？啊，人家講識計了，冇咪好到唔怕，阿啥要學識，唔是講澎湃。仲有忠心公婆嘅方面，嗱，亞嘅現今簽人數19、22，這樣嘅人講到，人希望sẽ係要有忠心嘅心，嗱，何人自家唔係澎湃，阿啥要學識，人個嘢偏偏執執嚇，偏執嘅唔忠心咯，係咪啊？啊，喺家庭度唔係要偏執，是要忠心。唔是由你偏出嘅法，係咪啊？嗱，所以人是有忠心。嗱，詩篇記128第1節，按樣人講到，得福係講每一人要忠順上帝嘅，嗱係就上帝指出嘅路嚟行，自家嘅家庭度得福，丈夫要就上帝嘅路嚟行，要就嘅命令嚟行，做父託人要就上帝嘅命令行。就嘅法嚟行，呢一個家庭度熱天得福，嗱要忠心嘅心行道，因為咩呢？因為要遵從上帝嘅心，要敬從上帝嘅心，要忠心公婆呢啲嘅方面。嗱，然後一個詩篇記128第5及第6節咁樣講到，係講家庭度要忠心，要忠從上帝，要就嘅路嚟行。上帝講，佢嘅福氣要降下。本一個家庭，嗱一個家庭得到上帝嘅福氣，源源人人到一個子女子孫，肯得到上帝嘅平安一個家庭。阿三一個家庭要忠心嘅心，要敬從上帝，要就上帝嘅法嚟行，要就嘅命令嚟行，一個平安快樂降下到一個子孫，肯得到。嗱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